一起来。规矩都不错，然后也都有出来背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来看天平小子小乾坤。我们说小乾坤是谁？前面就会开始来介绍，然后这里面呢，就会有一些有关于我们的念过弟子规，对不对？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些寓言故事。好，那呢，如果你想要看清楚一点，可以把椅子走过来。然后对，看一下我的小朋友。啊，放姐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声音不是麦克风，对。好，哎，啊，你这边没有接啊？应该是有拖吧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要去跟他说啦。姐姐来到这，没有人在问句。我来了，来一只玩具，这都是我的。我还没吃哎。你先到家的，一定吃很多了。就算两个都是我的。豆豆，怎么了？妈，豆豆吃东西没洗手，又抢我的蛋糕。没礼貌。姐姐最爱打小豆豆，生气。好痛啊！在那里，怎么不见了？奇怪，难不成你会跑啊？没错。我不是怪物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是你的朋友。那你快停下来啊！不要。差一点。我抓到你了。好生气啊！你再次。不行了，好累哦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你可以变大就变小啊？我叫小乾坤，是天上的小神仙。以前啊，我们是好朋友哦。可是我不认识你啊。真的。小乾坤，小乾坤，妈，小乾坤看见你来，他就不动了啦。嗨，玩具本来就不会动啊，赶快回来吃饭哦。老公，没有看见我的手帕吗？啊，这是新买的，我被你踩脏了。哦，好吵哦。你才吵！你今天跟同学打架被老师处罚，你上课爱说话被老师处罚，你昨天乱丢垃圾被老师处罚，你今天没写功课被老师处罚。你们两个都很吵哎。是谁在说话？是小乾坤。我是天地小子小乾坤。啊，怪物，怪物啊！我不是怪物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是你的朋友。嘿嘿。
神奇哦！你会讲话哦！哎呀，很久以前我就认识喽。真的吗？是啊，那时候我们是很好的朋友。瞧我这张至高无上！直上惊雷，火哈嘿，哎别跑，一飞冲天，嘿，哈哈哈怎么了？哦，不比了吗？姐姐，你看小前棍好严肃哦。你看，是恶龙骨哎，恶龙骨。为什么他们刚刚都会飞啊？会叫？为什么？他们是在天体里面哦。他们原本都在天上的，大家都在天上生活。你会增强100倍耶！但是你得先打败里面的黑魔王才行啊！而且听说里面是个无底洞，掉下去的人都回不来了。其实这些都是传闻，从来没有人可以证明这一切都是真的。我可以证明。你要怎么证明啊？我长黑龙给你看。小前棍，赶快回来！我这么厉害，才不怕黑魔王呢！哎呦，别闹了啦！我比你厉害，我都怕黑魔王呢。哎，不可以下去，很危险的。我不怕，你看。小前棍，小前棍，我来救你了！豆豆，小前棍，你在哪里啊？假如恶龙骨真的是个无底洞，那我就会一直掉下去，停不下来的。是陆地吗？太好了！欢迎光临，是我啦！小前棍，我刚才听见你在尖叫，你是不是受伤了？咦，这是我开玩笑的。太不够意思了，害我闯入禁地。先别生气，你看恶龙骨根本就不是无底洞嘛。那个紫色的是什么？谁有过？他们到底怎么掉的吗？真让人担心。对了，摸鱼见日，嘿，他们在那里。小心，有东西接近了，我赶快去找黑龙骨。那是小青蛙。好奇怪，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哎！黑魔王来了！黑魔王来了！小前棍，黑魔王在你脚下，你赶快走！黑魔王！放开我！我来救你了！放开我！小前棍，恶龙阿雅就是被抓到凡间来，在天体上。牺牲了生命，你
一定是为他们负责。我知道错了，娘，那我该怎么做？上天老母他们跟黑魔王会社后，将转身到凡间。凡间12毒室。是的，在人间，他们将失去一切记忆，而且变得自私，不再圣洁。你要让他们成为好小孩。这本《弟子规》，你拿去帮助他们。哦，谢谢娘。这一切都是真的吗？我怎么都不记得了。没关系，为了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，这是娘要送给你们的礼物。民会如意。弟子规，弟子规，圣人训，首孝悌，次谨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有余力，则学文。这是什么啊？《弟子规》是古圣先贤教导大家做人的道理。我们呢，要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姐妹，做事谨慎，守信用，对人友善，和品德高尚的人为伍，还要学习学问哦。哎呀，豆豆，希望《弟子规》能为你们带来幸福。幸福是什么啊？幸福啊，就是成为懂事的乖宝宝。让大家都喜欢你们哦！哇，我要幸福！我也要，我也要！都是别的，别的我的。还有第二集，第一集就是教大家，告诉大家小乾坤怎么由来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每一次上课小朋友归学都很好，那我们就会有时间播出来让大家来看小乾坤哦，好吗？好看吗？第一集它有介绍，然后接下来它有很多，然后看哦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下次的时间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读经班时间到这边，下个礼拜3一样在这边上课哦。那下次记得提前来验收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一样要闭班，来，大众请起立，我们一样面向我们的佛堂，来，洋洋起立，洋洋，好，我们面向我们的。好，佛堂这边好，请3鞠躬礼，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恩纸，感恩天，感恩地，感恩爸爸妈妈，感恩老师，感恩志工，感恩小朋友，和我共同学习，老师再见。小朋友再见，大家下次见。好，那我们下楼梯要小心啊，然后骑车小心。好，拜拜。哎，坐好，不要跌倒啊！坐好，坐好，乖。啊，坐好，不要跌倒啊！乖乖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